再来看，即马咱的财政部是考虑到美国对顶关税的无确定性，所以宣布国安基金继续来护盘。今仔日台股开盘的时阵呢，原本这市场是要咧观望，也毋过一直到10点迄卡刀开始呢，就有真侪人来买啊。另外，即马台票换美金最近嘛有较跋起。财政部宣布，国安基金继续护盘，无被退场。15台股大盘、早盘是一路小可幅度的震动，台积电嘛收平盘1095块。市场观望的意思真高，不过10点前后是汹冲入台积电的买盘，大盘中起到上悬22888点。至少应该是法人哈，那只是说到底是。是外资呢，还是政府基金的杰作啊？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因为以昨天的这个大盘的氛围来看的话，确实呢，市场是很担心。我相信这个是昨天这个国安基金说还是会持续进场护盘的最主要原因。根据财政部的资料，国安基金是对4月初9入场，到6月30拢总57个交易日，投入77亿外来救市，小点无实现利益是要11.84亿。这摆无被退场是考虑到美国对顶关税的措施还未完全确定，国际资金的刷动和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地政治风险嘛是阁存在等3大因素。主要像央行的新政策本来就是希望，很多的资金如果要来投资的话，那当然是例如说像 T+1，就是有买之后要资金要汇进来。如果接下来这个台股有比较明显的涨势，我相信对于台币来说也是一个支撑。另外，台票换美金15开盘是29.32块，落2.4分，延续前一天的落势，整体是呈现美金回弹、阿伯走落的局面。不过，专家分析，台票敢会当回稳，搁要持续来观察，看最近敢会当脱离28.8块到29.4块的区间，再当进一步来做定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